九巴熱狗即將退役，唔少巴士迷都希望有機會再親身感受一下坐熱狗嘅感覺，但係佢哋嘅狂熱程度可能就過咗火啦。呢架熱狗喺土瓜灣一個巴士站上落客期間，估計係因為客滿拒絕俾部分巴士迷上車，有人一度擅自開動巴士嘅安全掣，企圖從後門上車，就即刻遭到九巴職員阻止。不過冇辦法搭呢班車嘅巴士迷並冇因此放棄，有人跑出馬路阻止巴士開車，擾攘一番之後，架巴士仍然冇辦法駛離現場。有乘客不滿落車，而當車門一打開嘅時候，幾位巴士迷就即刻硬闖上車，又強行將閘門閂埋。呢位身穿粉紅色衫嘅巴士迷就不滿佢哋打尖上車，激動到上前怒罵車長，又拍打車身，要求涉嫌打尖嘅人即刻落車。事件又再經過一番擾攘，車長先至順利開車。九巴發言人就事件作出回應，呼籲乘客唔好做任何阻礙車長駕駛或者干擾巴士操作嘅行為，以免影響其他乘客。而一眾網友睇完片段之後，都指責片中嘅一班巴士迷行為幼稚，擾亂秩序，影衰其他巴士迷咁話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